大一今年等，愈讲愈认等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我小杰。咱知影进前吼有一个立委参选人，叫做陈俊翰律师。伊自细汉吼，伊就对着做罕见的迄个疾病。也毋过吼，伊自细汉开始吼嘛是足骨力咧读册。伊嘛做注重咧推动迄个身心障碍者的平权。煞毋知影吼，伊前一阵啊，伫咧网络节目顶悬，叫做《贺龙夜夜秀》。拄好伊邀请来迄个来宾吼，是中国一个王志安。迄个时阵吼，因拄伫节目加踢笑，即个节目吼到最后骂。毋过嘛，因为即件代志吼，才互即位真伟大的律师，互大家知影安尼。毋过真不幸的，就是讲吼，即个陈俊翰律师伫咧即个过年当中就过身去啊，是。所以咱今日特别来讲一寡即位律师伊的人生经验，佮有伊在新进前啊，伊推动一寡身心障碍者的权益。啊，即位律师伊伫咧出事，伊就去互判断讲，伊得着即个经脉萎缩症。即款病咧，伊会互伊的经脉渐渐啊揪起来，啊无力，甚至讲吼会互即个患者无法度喘气，最后伊就死亡啊安尼。啊，伫咧迄个40当进前的迄个台湾的医疗环境内底啊，陈俊翰律师伊去拄着即个病，啊，医生就判断讲吼，伊活袂过3岁啊。也毋过吼，陈俊翰因妈妈谢桂珍女士吼，伊毋愿放弃，尾仔决定吼要互陈俊翰律师去好好去读册，去学知识。当然吼，伫咱以早迄个环境吼，包括即马啦，伫咧升学科技的迄个环境内底吼，伊会拄着最困难。就无利便的所在。亲像吼，要安怎互伊去上课，而且吼科技啊，安怎对着迄个学校的进度，这都最重要的。甚至吼，伫学校内底有足多人会怀疑陈俊翰伊的能力，毋愿去甲伊主动去甲伊争取伊的权益。啊，这个代志吼，拢是谢桂珍女士吼一步一步带着伊的后生，慢慢去克服这个难题。而且吼，伫咧陈俊翰律师伫12岁迄当啊，伊就无说伊去得着感冒啊。伊感冒毋是像咱安尼感冒2-3天就好诶。迄个时阵伊的病情都有恶化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伊迄个主治医生啊，就看伊是一个重度身心障碍，所以就无愿意要甲伊救。啊，毋过吼，就有一暗啊，即个陈俊翰律师真正有性命危险嘛，所以因妈妈就狗不理3种，就去拜托别个医师，啊，才互陈俊翰律师移为伊的家乡新店，坐迄落救护车，一路坐去台北。啊，伫迄阵规个台北啊，敢若成功病院的新生年病房内底，呼吸器会使互陈俊翰律师去喘气。所以咧，即个陈俊翰律师就住伫迄个新生年病房2个月。伫迄个时阵，伊嘛看到真侪迄个遮个新生年的父母为着伊的囝儿去白目操心安尼。虽然讲尾仔陈俊翰伊有好起来，也毋过吼伊的身体渐渐失去功能，到最后当啊剩目睭、喙，啊，搁一支镜头啊会当叮当。搁来对着难题吼，就是讲吼，伊当年要考大学的时阵啊，伊无法度家己写字，所以吼，伊的方式迄时阵代课中心伊开放的方式，就是讲吼，陈俊翰伊会当讲话，就引起来做答案。这种方式对伊来讲嘛是真无方便的。是啊。拄啊好迄个时阵吼，伊用伊的成绩来证明讲吼，伊就是要甲即个考试考好，而且伊成绩嘛真正足好。所以伫咧指考的时阵吼，代课中心吼，伊迄个时阵就开放另外一个方式，伊会当讲，啊有人替伊甲答案写落来，到最后伊考试的成绩出来，伊嘛可着代会计系，佮豆啊慢慢行为律师这条路。啊，毋过咧，即个伊其实吼嘛是真无幸运啦，因为咧，伊伫咧入去大学了后，伊佫有主兼修迄个法律哦。啊，毋过伊伫咧大学2年迄当啊，去互迄电探烫着伤，啊，伊的双骹都爱切除啊。啊，毋过吼，伊无就安尼失志哦。伊迄个时阵嘛是佫足烦恼讲吼，啊，伊住院的时阵，伊敢要学校的进度缀袂掉，所以伊一出院隔顿工就佫转去学校报道啊。而且迄个时阵啊，因为伊疼嘛，所以伊逐工都爱食迄个止疼药啊，伊就烦恼讲啊，这止疼药害伊爱困，伊读书无法度专心安尼，所以迄时阵伊就甲因妈妈提醒讲吼，伊咧读册时阵，就算是爱用电，嘛爱甲电有钱，嘛爱家己有精神安尼。啊，等下吼，陈俊翰伊硕士出业了吼，就决心要去美国哈佛大学读册。伊要去哈佛大学进前吼，哈佛大学伊就通知伊讲，叫伊量早先去学校，因为校方伊个专工为着伊的需求去开一个会，佮有请另外一个同学帮伊写笔记啦。除了这以外吼，伊因为伊讲话较细声，所以吼伊就会伊佮传另外一个麦克，互伊伫咧发表伊的意见的时阵，伊咧问问题的时阵吼，声会当互大家听到。伫咧迄个美国读册时阵啊，因为伫咧美国伊对身心障碍者一寡上课的制度就相对较完整，啊，这嘛互陈俊翰律师感觉到哦，台湾伫咧即个部分真正是较
有较侪进步的空间啦。所以伊出业了后，为博士班出业了后，伊就决心要转来台湾。伫咧台湾，伊想要去推动一寡身心障碍者的权益。伊的所作所为咧嘛，互伊伫咧一寡相关的团队，伊的名声渐渐都安尼拓开啊。因为伊希望会使对家己的经验来去帮助，还是讲会使去争取一寡遮个人的医疗啊，还是教育相关的权益。大约7当前，就是2014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吼，伊就伫遐读博士班读了啊。伊倒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就有分享讲吼，美国的读册环境，跟台湾读册环境有啥物争差？像咧美国吼科务中心，伊就会互伊提早1天开始考试，互伊有足充分的时间，会当甲新论题写好了。陈俊涵律师吼，伊分享这经验是想要互即马掌握考试制度的官员知影讲，现此时啊，台湾只是为着这个障碍者去小可延长几十分钟的作答的时间，其实吼这。还是对这个障碍者有无细的一个无方便啦。是啊，是。所以，若是真正想要去考虑到这个障碍者伊利便，还是讲真正吼想要为着伊好，就应该去想讲吼，袂使干那想要赶紧结束这个考试，应该去想讲要安怎，互这个身心障碍者有够夜的时间，会使互因好好表达伊所学的物件。所以，伊讲的这个话嘛，才会互这个官员开始去思考讲吼，要安怎去改变一寡台湾的考试制度，会使去保障这个身心障碍者伊的权益安尼。是，除了解决升学读册的问题，陈俊涵律师伊关心的代志，佫有堪伊共款是 SMA， 就是讲吼筋肉萎缩症的患者，替因争取迄个健保的给付。所以吼，即马 SMA 的药物吼，其实有基因治疗、陪诊，佫有口服药。健保署的组长王玉文吼，伊就表示讲吼，基因治疗的药啊，伊干那一剂哦，伊就爱开4900万。所以吼，自去年2023年的后半年，伊即个 SMA 药物吼，伊就纳入健保给付，到即马有一个红仔咧用，伊的病情吼算是真稳定。若是陪诊佫有口服药，伊就毋是逐个 SMA 患者拢会使来使用。伊有一个运动能力的指标，你爱达成迄个指标，你才会使去向政府申请你要用即个口服药，佫有陪诊。毋过咧，伫咧今年3月，已经有决定讲，要找遮个专家来开会，希望会使甲这两项讲纳入去健保的给付，希望会使完成在陈俊涵律师伊在死之前想要推动的这个权益。另外吼，伫咧陈律师伊在生的时阵吼，嘛真要紧咧推动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。即马修法的重点吼，第一就是会当搁设计对身心障碍者友善的环境，实现人权公约。第二，爱互地方政府规划交通服务资源。第三，身心障碍者福利机构的通报责任，就爱甲规定清楚。第四，互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服务对象有更较完整的受保护的机制。今仔咱讲到陈俊涵律师伊人生的故事，佮伊注重咧推动的一寡代志，譬如咱刚刚讲到考试嘛、医疗嘛、教育共款的病，佮有伊教育，佮有法律，希望这个制度会当一步慢慢来实现，或者身心障碍者会当互伊的生活佮愈便利啊，袂当讲拄着一件代志的时阵，伊就是无法度出门，拢爱守伫咧。而且你看，咱有当时啊，人咧行迄种路有无？有当时就是袂平啊，咱人拢有行出去的权利。政府就是爱互遮所有的人拢会当体会到你家己的权利。嘛希望陈俊涵律师伊的故事引起咱爱去关心身心障碍者的权益。咱后这时间继续收看第一集等，拜拜。拜拜。